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每年呢都會有運程系列嘅，立春八字揭密啦，風水全攻略、聚財秘法都已經上咗架啦。而今日要講嘅係2026馬年犯太歲生肖運程，同埋簡單嘅化解方法。比較詳細嘅個人運程咧，可以參考稍後上架嘅紫微個人運程。生肖運程我一向咧好少講嘅，因為生肖只係出生年支，傳統八字其中一個字，咁其他7個字咧有太多嘅可能性。不過犯太歲生肖咧，確實有一定嘅影響，咁而且處理咧都唔算難嘅。喺大環境麻麻又兩極化嘅馬年咧，幫到幾多就幾多啦。咁首先講生肖屬馬，咁即係年支咧係5，馬年咧就坐太歲，係正宗嘅犯太歲，仲要同時自認太歲。哇！雙料加持啊！喺12生肖中，財運咧算係最差嗰個啦。可以差到破咗財咧，仲要擋唔到災添。咁整體有自尋煩惱之象啊。咁情緒咧就係趨向起伏反覆，咁健康自然就受影響啦。咁另外咧，感情咧容易受到傷害。唔同年紀階段有唔同嘅狀況，總之想開心咧都唔易㗎。剛開始戀愛咧，仲要更加小心，隨時咧就俾人感情荷包咧就受創添。咁如果打擊嚴重分分鐘情緒失控，做出一啲傷人或者傷害自己嘅行為嘅，咁必須咧要注意防範。八字人人唔同嘅，吉凶咧有輕有重。咁講下唔同歲數大概有咩要注意啊？26丙午年出世即係0歲或者我哋叫1歲，財運同埋姻緣咧都認唔到。咁最容易就係認疾病咯，咁要小心呵護嘅。咁請工人照顧咧，最好就請個夾到小朋友嘅。14甲午年出世12歲，學業學習咧就反覆，咁個人咧反叛咧就加劇，咁要好好咁安撫啦，同埋疏導。02壬午年出世24歲，感情受挫折戀愛中嘅咧就糾纏不放未戀愛咧就念念不忘咁大大影響咗工作㗎。90庚午年出世36歲，事業有變化埋錯堆出事啦，咁要付出代價咧去執整嘅。咁好彩仲後生，唔難回頭轉身嘅。78戊午年出世48歲，事業或者投資咧容易做錯決定係自己攞嚟衰嘅。咁發現咗咧要即時認錯，唔好死撐落去，輸少當贏咯。66丙午年出世60歲，健康出問題或者有意外，仲要係自己攞嚟衰咁切忌自把自為，咁要多聽下咧親朋戚友嘅意見化解方面咧視乎輕重但係最少咧要多管齊下咁正月咧就必須到廟觀咧就係拜太歲。立春之後咧處理好家居風水，咁立春日開始咧就佩戴相關飾物，可以係羊係虎或者係狗。咁再講生肖屬鼠，即係年支係指馬年沖太歲咧，係犯太歲生肖當中都算係比較差嗰個
衝者動也，動者咧就變化也。咁但係大家應該記得我講過嘅，馬年咧就會更加兩極化，矛盾咧就進擊。最明顯咧係感覺到辛苦唔同人生階段會體現喺唔同方面，唔同八字喜忌咧會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嘅。簡單講，分別在於咧係勞而有獲定係勞而無獲。八字人人唔同嘅，吉凶咧就有輕有重。講下唔同嘅歲數，大概有咩要注意啊？20庚子年出世6歲，遇上天克地沖，咁有少少嚴重小朋友咧多數認喺意外或者係突發重病，父母咧就係要更加小心咧看顧。08戊子年出世18歲，情感起變化啦心思思咧就有件事，感情上咧有受騙嘅趨向嘅咁要多留咧一份理智。96丙子年出世30歲，行好運咧就事業擴展啦，更上層樓；行衰運咧就事業衰退甚至咧就係被追擊雪上加霜，愁更愁。84甲子年出世42歲，感情關係咧就生變，有訣別離異之象。已婚者咧就係危及婚姻。72壬子年出世54歲，事業健康咧就大顛倒，嚴重嘅咧可以係提早退休啦，改變生活模式，咁要學習養生啦咁如果有重病嘅咧就要做手術嘅。60庚子年出世66歲，咁年紀大，身體就難免出問題病者咧咁手術難免嘅咁仲要注意咧手術之後嘅保養未退休嘅咧就要減輕工作負擔，抽身抽心。化解方面咧視乎輕重，但係都建議咧多管齊下嘅。正月咧就必須到廟觀拜太歲啦。立春後咧就係處理好呢個家居風水。立春日開始咧就佩戴龍嘅飾物。再講生肖屬牛即係年只係丑，馬年咧就害太歲。咁犯太歲咧唔算嚴重嘅，咁最明顯嘅影響咧係喺感情方面又係嗰句啦，唔同八字喜忌會有唔同程度嘅影響嘅。咁輕則爭吵不斷啦，甩拖啦；重則離婚啦，遇呢個爛桃花啦，家暴啦，折騰騙財騙色受傷害。咁除咗感情咁對於某啲孤寡命格咧，咁可以有另一種體現嘅，會係工作上嘅合作問題，比如被脅迫嘅唔對等合作啦，又或者係冇好結果嘅詐騙啦。八字人人唔同，吉凶咧有輕有重不過咧唔同歲數有唔同應對。咁同大家講下有咩要注意21辛丑年出世5歲，應唔到感情嘅事。但係如果月支係未字咧，即係隔離嗰個位，咁再配上其他條件，嚴重可以係性侵BB 女咧就要特別注意。09己丑年出世17歲，青春少艾無風流，享受愛情生活啦。但有被奪愛之事務必咧就守住平常心過盡千帆也易然。97丁丑年出世29歲，如果拍拖唔拉埋天窗就分手啦。未拍拖咁可以競爭一位伴侶翻嚟，咁然後好好相處啦，準備結婚。85乙丑年出世41歲，事業婚姻穩定嘅時間嚟嘅，
咁但係咧就出現被奪嘅危機。唔好掉以輕心，嚴重可以係家破㗎。73癸丑年出世，53歲，暗病咧就滋生中。即使表面精壯，亦都要咧係注意身體嘅。更忌咧臨老入花叢嚇，咁係容易咧就係身心荷包受創㗎。61辛丑年出世，65歲，有病醫病盡量咧就係睇化啲遵照常規唔好創新轉呢個治療方法或者係轉醫生將會勞而無功嘅。化解方法咧視乎輕重。咁正月咧就係去呢個廟觀拜太歲啦。咁立春日開始咧就佩戴呢個雞嘅飾物。再講生肖屬兔、屬雞，兔即係年支係卯，雞即係年支係酉，都係馬年破太歲，屬於輕微犯太歲咁一般咧冇咩大影響。咁主要咧就係有新變化嘅時候咧，唔好咁急做決定，三思而後行。譬如轉工啦、轉行啊、搬屋啊、移民啦等等。八字人人唔同，吉凶咧又輕又重。不過唔同歲數咧分別都唔係太大。簡單講，小朋友咧就多注重健康，長者咧就特別係退休長者唔好入花叢啦仲忌咧同人合作否則咧就會破財。破多破少就要睇運嘅。咁另外，如果生肖屬兔八字又有一個酉字，或者係生肖屬雞八字又有一個卯字咧，咁情況咧就會差少少，咁就唔好當冇事啦。咁化解方面咧就視乎輕重。咁正月咧就到廟觀拜太歲啦。立春日開始咧就佩戴飾物。生肖屬兔戴狗生肖屬雞咧就戴蛇。赤馬同中若幽壑，山南險象緊追蹤。有睇我立春八字揭密嘅觀眾啦，都會知道馬年啦，天災人禍仍然不斷，健康問題咧就令人擔憂。咁大環境咧唔理想嘅話，咁個人咧好容易受影響嘅。咁如果睇埋個人運程都麻麻，咁就千萬唔好當冇事咁需要咧就係認真處理。咁我再簡單提一提大家拜太歲嘅次序馬年犯太歲，想拜太歲化解時間咧要喺2月4號立春之後咁最遲咧就正月30大部分嘅正信廟宇啦都設有太歲殿咁大家去到太歲殿咧，咁首先咧係要拜斗母元君，又稱斗老元君嘅。咁以斗為名啦，咁就係北斗眾星之母。記住斗母元君咧係有4面嘅。咁如果有條件咧，咁最好就拜晒4面咯。咁然後咧就去參拜直年太歲。丙午馬年嘅直年太歲咧係文節大將軍。拜完直年太歲之後咧，就要再拜你嘅本命太歲，咁即係你出世嗰年嘅太歲。如果2025年有拜太歲，2026年立春前咧，記得去還神啦。另外，聚財秘法出咗街之後咧，咁有唔少觀眾咧問又唔指引點算咧咁。之前咧都講過㗎，大眾吉貨咧唔適用，咁就要有效咧，就必須要針對性處理。咁壬子年出世雖然咧就係犯太歲，咁但係比壬子日出世嘅咧好少少嘅咁要有效聚財，咁最少咧就要根據日主嘅五行喜忌定一個吉貨咁如果揾過我算命或者咧就係定格局嘅客人咧，咁你可以私下聯絡我
我會根據你嘅五行喜忌免費咁定一個吉課咧，係俾你去應用。咁但係如果係壬子年壬子日出世咧，咁情況咧就確實咧唔理想。咁要有效聚財同化解咧，必須要整個白事分析咧，先至可以定到咧呢個專用吉課嘅。2026犯太歲生肖運程就講到呢度啦。咁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咧留言俾我嘅。祝大家咧馬年萬事如意，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財源廣進。多謝大家。